主后2025年4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照主的旨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22章24到46节。门徒中间有起争论，看什么人算上大。耶稣甲因讲：外邦人的君王做主，管辖人民。统治者互人称作君主，总是恁毋是安尼。恁中间上大个，颠倒着诚做上细；做领袖个，着诚做服侍个。安尼，什么人较大？是坐倒食饭个，还是服侍个？敢毋是坐倒个？毋过，我伫恁中间是迄个服侍个。恁遮个人伫我的试炼中，一直甲我做伙。我的爸将王的权柄赐予我，我嘛安尼将王的权柄赐予恁，互恁通伫我的国度甲我坐倒啉食，搁坐伫宝座审判以色列的12支族。耶稣阁讲：西门，西门，撒旦已经对上帝要求，要亲像拨麦仔安尼甲恁拨。不过，我有为着你祈祷，互你袂失去信心。你回头转来了后，着坚固你的兄弟的信心。彼得因伊讲：主啊，我已经准备便便，要甲你坐监，甲你做伙死。耶稣甲伊讲：彼得，我也甲你讲，今仔日假提以前，你会3遍毋认我。耶稣阁甲门徒讲：以前我找恁出去，叫恁钱地、旅行地、甲话，拢免带。恁敢有欠什么？因应讲：拢无。伊就甲因讲：毋过现在有钱地的着大地，有旅行地的嘛着大地，无倒的着卖家己的外袍去买。我甲恁讲，圣经记载，伊互人算做不法的人，即句话一定着伫我的身上应验。圣经记载关于我的代志已经得应验啦。门徒讲：主啊，你看，遮有2支刀。耶稣应讲：到额啦。耶稣出去，照常去橄榄山，门徒缀伊去。到迄个所在，伊甲因讲：着祈祷才袂陷落试探。然后伊离开因，到迄石头画到遐远的所在，跪落去祈祷，讲：爸啊，你若肯，求你将即个杯甲我摕开，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着照你的旨意实现。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，来赞伊的力。耶稣非常痛苦，主热切祈祷，伊的肝亲像大点灰滴落地。祈祷煞，耶稣徛起来，倒去门徒遐，看到因为忧闷煞困去，伊就甲因讲：恁若得困，起来祈祷，才袂陷落试探。照主的旨意，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表达出极度的挣扎。这个画面深深触动人的心。当人面对艰难的决定的时，真好真心诚意讲，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着照主你的旨意实现。不少时阵，人也会因为代志的发展袂当照预期地埋怨。南回基金会的发起人施超斌医师是台东土坂部落排湾族人。2002年，伊结束台南奇美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的工作，返乡服务。
伫服务的过程中，伊看到南回路段的族人无法度享有到额的医疗资源，因为长龙时达仁乡居民约4000外人，却简单有一位医师。若破重病，着花费袂少时间、金钱就医，所以伊加开夜间甲假日门诊，推动24小时急诊服务，搁争取为简陋的卫生所改建做医疗大楼。2006年，伊拄则壮年39岁，却因为长期接劳成疾，煞中风。虽然积极复健，身躯犹原无法度行动自如，但是伊并无放弃筹建南回医院的梦想。徐超斌医师原以为家己差不多互脑中风拍败，经过一段时间回头看，才体会这是上帝要互伊搁较会当搭近病人的心，搁体悟到跋倒是上帝互伊的磨练。无拍算，伫以为一切有好转的时，2019年伊搁罹患鼻咽癌。可是即次伊真紧转念，直接跳过愤怒、否认等阶段，坦然接受罹癌。心想，当然着挺过半身瘫痪的急重症，怎会当输互鼻咽癌？做逢两次性命苦难，徐超斌医师拢勇敢面对。后来，伊常常伫诊疗间用自身的经历鼓励病人。我中风过，也得过癌症，要是活甲好好，你一定无问题。伊犹原是族人心中的超人医师。对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搁回头看门徒之间的纷争，再次提醒咱，完全顺服上帝，遵行伊的旨意，是基督徒重要的信仰核心。门徒想要坐大位享特权，若是耶稣教示因，真正伟大，在伫亲像仆人服侍别人。按照人的眼光，徐超斌医师原本通选择另外一条搁较顺心如意的路。总是伊无袂记得做囡仔的时，小妹因为路途遥远，延误就医丧生的代志，促使伊立志成做医生，搁回乡服务的心愿。这心愿是一种呼召，若是筹建南回医院，减少族人就医的不便，搁较是伊的使命。咱检测袂当确定上帝对咱的呼召甲使命是甚物，但是毋通袂记得学习耶稣来到上帝面前，透过祈祷来寻求力量，求上帝互咱所需要的平安和坚忍，互咱无论伫甚物艰难的环境中，拢会当讲：上帝啊，照你的旨意来成全。默想，若成全主的旨意，会牺牲个人舒适的生活，我会完全顺服无？若成全主的旨意，会牺牲个人舒适的生活，我会完全顺服无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帮助我时常提醒家己，真正的伟大来自服侍甲关爱别人，真正力量来自顺服你的旨意，并不断伫基督中找求你的引带，帮助我无论面对倒一种试探还是挑战，拢会当倚靠你的恩典，行伫正确的道路，
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